好多時咧，我哋聽到身邊有老友記突然中風啊，或者心肌梗塞入醫院，都會覺得好突然。但係呢啲心腦血管疾病絕對唔係一朝一夕發生嘅。其實由50歲開始，因為幾十年嚟嘅飲食習慣，我哋身體入邊嘅膽固醇已經慢慢沉積喺動脈血管嘅內壁度，形成一條條黃色嘅脂肪條紋。呢啲脂肪咧就好似坑渠入邊嘅萬年油污咁，越積越多，最後搞到血管塞晒。好多時血管塞咗一半，你身體未必有明顯痛楚，但如果你平時經常覺得手腳冰冷，容易頭暈，或者行2步就氣喘，呢啲可能就係血管發出嘅求救信號。千祈唔好當係普通老人病就算數。如果唔想老咗之後血管提早老化、硬化，甚至完全塞死，我哋今日就一定要學識幫血管大掃除。有5種極之容易搞到血管塞車嘅食物，你由今日開始一定要盡量少食，甚至戒甩佢。第一種一定要少食嘅就係大家都好難抗拒嘅炸物，無論係茶餐廳嘅炸雞跛、街邊嘅炸大腸，定係快餐店嘅炸薯條，呢啲經過高溫油炸到金黃色脆卜卜嘅食物，口感真係一流。但係大家要明白，食物喺高溫油炸同脫水嘅過程入邊，會產生大量嘅反式脂肪酸。咩叫做反式脂肪酸呢？你可以將佢想象成一種身體完全冇辦法消化同分解嘅塑膠脂肪。當呢啲塑膠脂肪入到你條血管，佢會做2件極之衰嘅事。第一，佢會將你體內負責周圍運送垃圾嘅低密度脂蛋白數量推高，即係增加血管入邊嘅垃圾車。第二，佢會將負責清理血管嘅高密度脂蛋白數量拉低，即係炒晒你血管入邊嘅清道夫。冇咗清道夫，但係垃圾車就越嚟越多，血管入邊嘅化學副產品自然會堆積如山，慢慢就會結成一塊塊好似石膏咁硬嘅血栓。除咗反式脂肪，高溫油炸仲會產生一種叫糖化終產物嘅毒素，會直接攻擊血管內皮細胞，加速血管老化。血栓一旦形成咧，血管就會變得非常脆弱，好容易咧就會引發動脈硬化，甚至搞到腦中風。所以平時真係要忍下口，盡量唔好食油炸食物。如果你真係好想食香脆嘅嘢，不妨改用少少油去慢火煎，或者用近年好流行嘅氣炸鍋。雖然唔係100%健康，但起碼可以將攝取嘅油脂減到最低，變相大大降低咗血管塞車嘅危機。第二種要點名批評嘅就係高糖食品。講到高糖食品，香港人最中意嘅菠蘿包、蛋撻、西多士，仲有各式各樣嘅西式蛋糕、曲奇餅同埋飯後一碗糖水，全部都係重災區。仲有一樣好多人忽略嘅就係隱藏糖分。平時出街食飯嘅咕嚕肉、魚香茄子，甚至係茶樓嘅芡汁，裏面都加咗極多糖去提鮮。呢啲睇唔見嘅糖分，分分鐘比一件蛋糕更致命。好多人以為食糖只會肥同埋惹糖尿病，其實食得糖多，對血管嘅殺傷力一樣咁恐怖。你試下想象高濃度嘅糖分喺你嘅血液入邊流動，就好似一啲帶有腐蝕性嘅液體咁，會不斷刺激同刮花你嘅血管內壁。血管內壁受傷之後就會發炎，呢個時候身體嘅膽固醇就會攞聲撲埋去傷口度做修補，越補越厚，結果就搞到血管收窄。而且糖分超標會嚴重擾亂身體處理膽固醇嘅機制，令到血管長期處於高壓同收縮嘅狀態。血管壓力一高，就更加容易爆微絲血管或者徹底塞死。如果你真係一個無甜不歡嘅人，強烈建議你用天然健康嘅生果去代替加工甜品，又或者你可以得閒自己喺屋企整下少甜嘅糕點，自己落手落腳整，用咗幾多糖，落咗幾多牛油同忌廉，全部心中有數，食落肚都安心好多，對血管亦都健康好多。第三種殺手就係老一輩最中意食嘅醃製食品。
香港人食飯好多時都中意加料，食麵、食粥，甚至食白飯都要夾幾條鹹魚，食兩樽腐乳，或者切半條臘腸雪菜過下口癮。呢啲醃製同風乾嘅食物，為咗防腐同埋好味，製作過程入邊一定會落極之多嘅鹽。鹽入邊最主要嘅成分係鈉。當你食得太多鈉入身體，血液嘅滲透壓就會改變，就好似一塊超級海綿咁，將身體周圍嘅水分全部吸晒入血管入邊。血管入邊突然間多咗咁多水分，血壓自然會狂飆。長期高血壓會令到血管好似一條拉到極限嘅橡筋咁，慢慢失去彈性，變得又硬又脆，最後加重晒心臟同埋各個器官嘅負擔。血管一旦頂唔順，就會爆裂或者塞死，引發嚴重嘅心血管疾病。所以奉勸大家一句，醃製食品真係少食多滋味，平時應該食多啲新鮮嘅蔬菜同生果。如果真係唔小心食多咗鹹嘢，記住要食翻多啲高兜食物，例如香蕉、番茄同埋菠菜。茄汁可以幫身體排走多餘嘅鈉，幫血管稍為減壓。權威醫學建議，每人每日食鹽嘅分量最好控制喺3至6克左右，即係大約1茶匙，唔好太多，亦都唔好太少，啱啱好就最保護血管。第四種陷阱就係好多人日日都要飲嘅奶茶，無論係茶餐廳嘅絲襪奶茶，定係後生仔中意飲嘅台式珍珠奶茶，如果長期飲用，對血管嘅傷害係災難級嘅。好多街外賣嘅奶茶，為咗令口感更加幼滑，都會加入大量嘅奶精或者叫做植脂末。呢啲奶精根本就唔係牛奶，而係人工合成嘅化學物，入邊含有極之恐怖嘅反式脂肪酸。頭先我哋講炸物嘅時候已經提過反式脂肪酸有幾毒啦。當你日日飲奶茶，就等於日日將一嚿嚿冇辦法溶解嘅化學脂肪倒落你條血管度。再加上茶飲店嘅奶茶通常會加埋大量嘅糖漿，高糖加上反式脂肪，簡直係血管超級炸彈。呢啲物質會令到血液變得好似糖漿咁結撻撻，嚴重阻礙血液循環。長期係咁飲，血管入邊嘅廢物排唔走，好快就會塞死晒。如果你唔及早戒甩日日飲奶茶嘅習慣，將來因為血管塞死而引發心腦血管疾病嘅機會，絕對比一般人高出好幾倍。第五種要講嘅就係好多應酬或者中意杯中物嘅朋友最關注嘅酒精。大家都知飲酒傷肝，但其實酒精對血管嘅破壞力絕對唔會比傷肝少。當酒精飲落肚，進入血液循環之後，酒精分子會直接刺激血管壁最表面嘅內皮組織。你可以將酒精想象成一張好粗糙嘅磨砂紙，佢會喺你平滑嘅血管內壁上邊不斷摩擦，搞到血管表面變得凹凸不平。血管表面一花，血液入邊嗰啲四圍游走嘅脂類物質同膽固醇就好似揾到避風港咁，紛紛嚟埋喺呢啲凹凸不平嘅坑紋入邊。日子有功，呢啲嚟埋嘅脂肪就會慢慢鈣化，變成一大嚿血栓。仲有飲酒會令到心跳加速同血壓忽高忽低，對本身已經脆弱嘅老人家血管嚟講咧，就好似玩過山車咁危險。血栓一旦甩出嚟，跟住血液流去個腦度就係腦梗塞中風，流去心臟就係心肌梗塞，就算留喺原位都會搞到動脈硬化。所以中意飲酒嘅朋友，特別係飲烈酒或者洋酒嘅，真係要嘅起心肝，及早戒酒，最起碼都要大幅減少飲酒嘅分量，千祈唔好攞自己條命教飛。講完5種要避開嘅食物，大家唔好咁驚住，因為只要我哋肯改變習慣，血管係可以慢慢保養翻好嘅。跟住落嚟，我會為大家介紹4款極之實用，而且中醫角度非常推崇嘅護血管茶飲。呢幾款茶飲全部都可以喺一般中藥房買到材料，做法超級簡單，大家不妨抄低佢。不過喺度都要戴翻個頭盔，
每個人體質唔同，如果本身有長期病患或者食緊降血壓、降血脂嘅西藥，飲用之前最好請教下註冊中醫師，睇下適唔適合自己。第一款叫做三花枸杞茶，材料需要準備玫瑰花、茉莉花、代代花、川芎同埋枸杞葉，每樣只需要1.5克。做法好簡單，將所有材料洗乾淨，用水煎煮嚟當茶飲，每日1劑就足夠。呢款茶飲最勁嘅地方係可以化解身體入邊嘅痰濁，清除血管入邊嘅濕氣同廢物。玫瑰花同茉莉花可以疏肝解鬱，川芎就可以活血化瘀，加埋枸杞葉，唔單止可以幫手降血脂，仲有好好嘅提神醒腦作用，最啱平時覺得個人重聚聚，成日冇精神嘅朋友飲，特別適合喺下晝瞌眼瞓嘅時候沖一杯，提神之餘又通血管。第二款係山楂枸杞茶，呢款茶需要嘅材料係山楂、枸杞葉同埋澤瀉，每樣2克。一樣係用水煎煮當茶飲，每日可以飲2至3次，連續飲3個月為一個療程。山楂係中醫界出晒名嘅化油消滯高手，對於溶解血管入邊嘅脂肪有極之好嘅功效。澤瀉咧就可以利水滲濕，將身體多餘嘅廢物經過小便排走。呢款茶非常適合本身血脂偏高嘅朋友，長期飲用可以有效控制血脂水平，預防血管硬化，等血管保持年輕有彈性。因為山楂咧有少少酸性，胃酸過多嘅朋友就建議飯後先好飲啦。第三款推介嘅係枸杞決明茶，準備枸杞、蒼朮同埋決明子各2克，用水煎煮代茶飲，每日飲2次。同樣以2至3個月為一個療程。決明子除咗可以清肝明目，佢潤腸通便同埋降血脂嘅功效亦都非常顯著。蒼朮就可以健脾燥濕，改善消化系統。呢3樣嘢加埋一齊，對於想減輕體重、踢走大肚腩，同時又想降低血液黏稠度同血脂嘅朋友嚟講，絕對係一個非常有效嘅養生良方。如果你平時容易有便秘問題咧，呢款茶仲可以幫你順暢啲添。第4款亦都係最後一款，叫做絞股藍杜仲茶。材料需要絞股藍15克同埋杜仲葉10克。呢款茶咧連煎煮都慳返，直接用滾水浸泡咧就可以飲用。絞股藍有南方人參嘅美譽，清熱解毒之餘仲可以安神。杜仲葉就係降血壓、強筋骨嘅好幫手。如果老人家平時有血壓高，成日覺得頭暈頭痛，或者覺得心煩氣躁，夜晚熱辣辣瞓唔着，飲呢款茶就最適合不過。佢可以溫和咁幫你降低血壓，舒緩煩躁不安嘅情緒，等你有一覺好瞓，血管自然都會健康啲。好多觀眾心入邊可能會有啲疑問。社會上有好多關於保護血管嘅傳聞，到底係真定假？有啲傳聞話飲紅酒可以保護血管，防心臟病。錯啦，好多人以為紅酒入邊有白藜蘆醇，可以抗氧化護血管，但事實上紅酒入邊嘅白藜蘆醇含量極低，你要每日飲幾十甚至上百樽紅酒，先達到醫學上有效嘅劑量。但未見效之前，入邊嘅酒精已經將你嘅肝同血管破壞殆盡。世衛組織已經明確指出，酒精對人體係零安全劑量，冇任何一種酒係可以養生嘅。又有傳聞話，淨係肥人先會塞血管，瘦人就好安全，絕對係大錯特錯。好多瘦人呢，其實係隱性肥胖，外表睇落唔肥，但內臟脂肪極高。如果一個瘦人平時中意食甜嘢、食宵夜、唔做運動，佢血管入邊嘅膽固醇同三酸甘油脂分分鐘比肥人更高。血管塞唔塞，睇嘅係驗血報告入邊嘅血脂指標，唔係睇重磅數。食齋就一定唔會塞血管。
呢個亦都係一個常見嘅誤解。冇錯，天然嘅植物性飲食對心血管好，但問題係香港好多加工素食，例如素雞、素鵝、麵筋，呢啲素肉為咗好食，會用大量嘅油去炸，再加大量糖同鹽去調味。如果你食呢種素食，攝取嘅壞脂肪分分鐘多過你食一塊瘦牛扒。仲有一個最離譜嘅傳聞呢，已經有血管硬化，食翻保健品就可以通翻條血管。血管硬化係一個不可逆轉嘅過程，就好似一條老化咗失去彈性嘅橡筋，你點樣拉佢都唔會變翻新嘅一樣。市面上聲稱可以溶血栓、通血管嘅保健產品，大部分都只係預防性質。真正要保命係要靠控制飲食同按醫生指示食藥，千祈唔好因為食咗保健品就放縱飲食。總括嚟講，血管健康就等於我哋嘅生命線。50歲之後，身體機能無可避免會慢慢走下坡，但我哋絕對可以透過日常嘅飲食控制，將血管塞車嘅風險降到最低。記住今日講過嘅重點，遠離炸物、戒甜品同隱藏糖分，少食鹹魚臘肉，放低手上杯奶茶，同埋盡量唔好飲酒。將呢5個壞習慣換成我哋介紹嘅4款天然護血管茶飲，你嘅血管一定會多謝你。健康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而係日積月累嘅堅持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哋頻道，同埋撳埋旁邊個鐘仔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